你知唔知咧？你而家嘅情緒咧，其實係你3個月後現實嘅藍圖。咁我哋要明白一樣嘢，就係潛意識咧最容易接收嘅唔係你嘅願望清單，而係你呢一刻咧最強烈嘅情緒。咁如果你成日處於一個擔心呢樣擔心嗰樣嘅焦慮裏邊咧，其實你嘅潛意識咧就會收到一個信號，原來咧你係想要更加多令到你擔心嘅體驗，OK， 咁咧我就會顯化更加多令到你擔心嘅事情出現啦。咦，聽到呢度，你係咪覺得咧好似講緊以往嘅自己？其實好多人咧都係咁樣咧，有意無意之中咧就係鎖住咗自己嘅好運。而家問下你自己，其實你真正想要嘅美好將來係點樣嘅咧？與其咧令自己咧沉溺喺一啲嘅負面情緒裏邊咧，咁不如咧試下將你自己嘅情緒咧將佢重整，去到你想要嘅方向。咁下集咧我就會同你分享一個咧好簡單嘅語言轉換法。咁效果咧比你自己咧喺度咧盲目咁去諗咧會好得多。咁你而家心裏邊咧有啲咩情緒咧，不妨喺留言區嗰度留言同我講，咁我陪你一齊去重整。